争议的音乐会的反应正在增加。土耳其国内对近日中国国家歌剧团在土耳其阿菲尤卡拉西萨尔市举办的一场音乐会的批评越来越强，包括阿菲尤卡拉西萨尔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多方对这个宣传活动持批评态度。虽然有人称音乐会被取消，但中国歌剧团最终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就集中营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集中营的担忧正在加剧，中国当局不得不举行新闻发布会，试图掩盖其镇压政策。据雅加达邮报报道，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就集中营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使馆发言人说，所谓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目的是为了帮助无技能、不懂中文和倾向于恐怖主义的人。针对中国大使馆的声明 ，ETIC 主席卡拉卡什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撒谎来欺骗全世界。中国的集中营现在已经开始被全世界所知。中国最初否认这些集中营的存在，然后不得不接受它。在这些酷刑营中，我们的女儿和姐妹受到骚扰。与此同时，中国试图掩盖这些暴行。世界不应该保持沉默。穆斯林国家对中国的压迫保持沉默。世界上的穆斯林国家一直没有关注东突厥斯坦人民受到的压迫。最近，印尼乌里马宗教学者委员会打破沉默，谴责中国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暴力行为。但是，该组织行为遭到印尼副总统尤苏夫·卡拉的反对，理由是他们不应该干涉别国的内政。据称，尤苏夫·卡拉对北京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政策保持沉默，原因是中国正在该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外交部坚决反对美签署西藏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美国签署撤藏消极法案发表谈话。华春莹指出，我们对美方执意签署美国会通过的所谓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表示坚决反对。有关劳教在中国在教营恢复已经成为最紧迫的人权危机的报道。华春莹评论称，相关报道完全背离事实。中国已废除劳教制度，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获得的报酬已超过当地脱贫标准，甚至可达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墨西哥同意移民在境内等待美国审查。墨西哥政府表示接受美国政府此前提出的方案，让中美洲移民暂时停留在墨西哥边境，等待美国司法机关审查资格。墨西哥外交部表示，出于人道主义，墨西哥决定暂时接受这些移民，但如果这些人不被美国接受，他们仍将会被遣返回自己的国家。